来看下，第一台南讲有一个叫做社内社区，为着要互这社区内面的老大人有一寡学习的趣味，阵啊开了这汉学的学堂哦。台南社内社区为着互老大人有学习的乐趣，开了汉学的学堂。对汉学有研究的东方正老师，利用平常的生活用语甲简单的教材，互汉学融入了生活当中来学习。到目前拢无减少。一直包括外围人拢是听到教授咧讲课，这真有意思，真有意义嘛，汉文，因就拢来听。听到即摆，因的感觉就是，无听无来上课，感觉是一种足大的遗憾安尼。什么叫汉文呢？就是讲咱台语有一个叫做读书音，有一个叫做白话音。我举一个来讲，比方我姓董，姓董现在就有一个名叫做古董的董，就是董事长的董。若读这汉学册呢，伊就爱用读书音，就是文言音，文言来读，所以就爱经过训练。毋过读起来呢，下晓是读起足好听。老师用教材课本一课一课带着是大人读汉学，老大人也感觉智慧增加未少，学的兴趣也真悬。咱民厝嘛，补充啥来遮增加寡知识啊，像讲加减捌寡字啊。爱食老啊，就。食一回啊，学一回啦，莫讲家己讲吼，家己感觉讲得像那哭啊安尼啊。汉学已经成为社区的文化教育特色，用热情来推动老大人教育的学习精神。看到因认真读册模样，也特别让人感动。公民记者综合报道。